去年咱国内有将近3万件的诈骗案件，轰骗60亿。行政院今仔日要成立打击诈骗专责办公室，大动作来宣战。也毋过早起就有在野党是质疑讲，政府打击诈骗根本拢是画口号尔。原本一开始是后面想想不对。讲话颠颠倒倒，对金流交代袂清楚。原来这个市长的查甫人去互骗去，真做诈骗集团的车手。伊家己的口罩当作是人头生钱口罩，伊去银行柜台要甲大条钱领出来，银行的行员感觉真妖异，赶紧报案。那你同学是89年次哦，1300也都可以当你孙子了，你知道吗？管区的接到通报去现场，甲银行的行员做伙查金流，打电话给受害者。一个伫高雄70多岁退休的老阿伯，还佫戆不爱相信100多万的财产，险险啊去互假投资诈骗骗去。全案讯后依洗钱防治法及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。国内诈骗真严重，为内政部的资料显示，去年有到3万件，财务损失有到60亿外。要打击这类的犯罪，行政院提出打诈功能1.5，成立掠诈骗办公室，会伫31下晡揭牌。这都是换来南洋议员的批评，政府发要掠诈骗，不过算是看无效果。像我自己就是受害人之一啊！假的叶林传跑到我的脸书说：“你好，我们都报警了，都报案了，但是能够查出这个假面人在哪吗？”提出一张一张的资料，亲像台北市长罗秀燕、台北市议会议长叶林团等人，人面册拢去互偷用。南洋质疑讲，就算报案了后，嫌犯要是逍遥法外。面对中央大动作向诈骗宣战，诉求中央提出具体的作为，莫阁互掠诈骗永远干那是口号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